Hello， 大家好，支渣動起來時間又嚟啦！今集支仔繼續同大家去行山，難度係5星裏邊嘅3星半嘅女婆山。上女婆山有好幾個方法，我哋就由石門站開始。想知道點行，跟住呢條片啦。由石門地鐵站行到去女婆山入口，大約要20幾分鐘。行到鏡頭前面呢度，穿埋個隧道就差唔多到㗎喇。不過佢個入口都有少少隱蔽，但係大家可以睇住支仔呢一條片，留意住地下嘅指示，就會見到入口噶啦。今次一嚟到入口就見到樹上掛住一個工作手套嘅袋啊，代替咗引路絲帶。冇錯啦，相信佢係提醒大家行呢個女婆山係需要戴手套啊。因為行到冇幾多步就見到有繩索輔助行上山啊。其實女婆山呢都係一個幾熱門嘅路徑，雖然佢係非官方，但係因為佢有好多奇石睇啊，加上喺山上邊視野開揚廣闊，就算佢有少少難度，都吸引到好多人上嚟。好啦，話好未完啊，第一個上到嚟見到嘅就係三兄弟石啊。咦？不過呢度見到2兄弟啫喎，咁第3兄弟喺邊度啊？鏡頭前邊呢個就係第3兄弟啦，因為佢係喺1、2兄弟嘅後面。你睇下上咗去嘅景觀係幾咁開揚同埋廣闊。可以見到晒整個碧桃花園同埋城門河啊！好啦，我哋繼續去揾下奇石先，沿途都有箭嘴啦，同埋絲帶引路嘅。好啦，見到呢度有個標高柱喎，網上查返，原來佢就係石門標高柱。但係喺柱上邊係冇標記嘅。唔講你唔知啊，原來女婆山之前個名係叫做雷婆山啊。原因係沙田一帶多雷電，所以有呢個名嘅。之後因為客家嘅發音，所以雷婆呢就變成女婆啦。行到呢個位置，見到有好遼闊嘅景觀喎，嚟，快啲過嚟欣賞下。哇，係咪好得呢？呢度嘅山你又行咗幾多個啊？好啦，睇完靚景要繼續行啦，因為嚟緊嘅路段唔簡單啊。前邊呢個位置有分岔路，左邊就係上女婆山山頂，右邊呢就去魚囉石。我哋先上魚囉石，有絲帶引路。
條路有啲陡峭，跟住要穿過小竹林，部分矮嘅叢林呢都幾跨腳嘅，所以行呢啲山徑呢，最好係穿長褲。我哋穿過埋呢個小竹林就差唔多到啦。魚囉石，因為佢嘅外形好似傳統漁民用嚟捕魚用竹編成嘅魚囉。呢一個獨特嘅花崗岩巨石係行女婆山嘅路線亮點之一。想上魚囉石頂就只有一個方法，就係爬啦。雖然嚿大石好似好大又直，不過慢慢爬都可以應付到嘅。喺魚囉石上面遠處見到藍色嘅水域就係吐露港啦。同埋由沙田去到馬鞍山一帶嘅山脈。今日天氣特別靚，而呢度亦都係打卡嘅熱點，有山又有海，非常之有層次感啊！有上就梗係有落啦，慢慢嚟又得咗。跟住就沿路出返去，可以上女婆山嘅山頂，高度係399米。之後我哋會走過石鼓壟山，呢度都幾開揚。喺呢個位置可以遠望水牛山啦、黃牛山啦，同埋石牙山嘅。見到有絲帶引路，我哋繼續前行。跟住呢個路段都唔簡單，大部分都要落手爬，好斜好陡峭。咁辛苦上到嚟，就係為咗睇呢個梅轉啊！好啦，嚟到女婆山嘅重中之重，就係睇呢個陽元石啊！佢隱藏喺石林之內，需要攀爬嘅，小心碎石。影相嘅時候亦都要注意安全啊！
日行女婆山要花嘅氣力都唔少啊。其實女婆山都仲有好多嘅奇石，例如豆腐石啦、一樹石啦、心形石啦，仲有豪珠石添。可惜我哋嘅能量差唔多耗盡啦，所以我哋下山咯。有機會都想再上嚟睇埋其他嘅奇石。我哋沿住花心坑嘅方向就可以去到黃泥頭巴士站，或者係坐 van 仔。總括嚟講，今日嘅行山路徑係有挑戰性嘅，雖然海拔唔高，但係非常陡峭，好多時候需要落手爬啦，要靠輔助繩索先可以上到去。但其實係超好玩，非常之有滿足感。風景又靚啦，有山有水又廣闊。最後溫馨提示大家行山要注意安全，拍照嘅時候就要小心留意周圍嘅環境。我哋今集嘅行山樂就嚟到呢度啦，下集見，拜拜。